彼得前书第3章。相款，恁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家己的丈夫，安尼，因中间若有人无顺坦道理的，为对恁的好品行受感化，恁拢毋免讲半句话，因为看出恁的生活纯洁佮敬虔，恁毋通靠边头毛挂金器，穿水衫顶砖塔，着靠内在的水，用温柔甲安静的性情做袂败坏的砖塔。这伫上帝面前是上宝贵的，因为早时仰望上帝遐圣洁的妇人人，嘛是安尼砖塔家己，顺服因的丈夫，亲像撒拉顺从阿伯拉罕，称呼伊做主人。恁若做好事，无受恐吓，得到惊吓，就是撒拉的查某囝。同款，恁做丈夫的，要甲家己的妇人人做伙生活，体贴因肉体上较软弱，要甲因尊重，因为因嘛甲恁偏偏是分享上帝恩赐的活命的人，安尼，恁的祈祷才袂受阻碍。总讲，恁着同心、同情、三听亲像兄弟姊妹，着有仁慈、心存谦卑，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，因为恁是为着这个受呼召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若爱性命，爱过好日子，着禁止喙舌无讲歹话，嘴唇无讲亏诈，着离开歹，做好事，一心追求和平。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求，毋故伊会对做歹的人变面。恁若热心做好，啥人会害恁？总是恁若为着伊受苦，就有福气。毋免惊人的威胁，嘛毋免着急不安，着尊重基督做主。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就准备便便，通对因辩明。不过，就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，就有清白的良心，通伫恁受侮辱的时，互遐个侮辱恁的人，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，感觉见笑。受苦若是上帝的旨意，做好来受苦，比做歹来受苦较好。因为基督慢慢为着做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的面前。伫肉体，伊受处死；伫灵，伊有国活。通过伊的灵，伊嘛有去对遐个伫迦南的灵传道。就是拿阿准备大船的时，上帝有耐心听候遐个毋顺服伊的人。当时进入大船的人无几个，只有8个，因为对水泥得救。这个水有标水咧，毋是要洗除恁身躯的垃圾，是要互恁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祈求。这个水咧，通过耶稣基督的国活，互恁得到拯救。伊已经上天，现在伫上帝正边，伫掌管正天赛以及灵界的掌管者甲权力者。